Hello，大家好，我係 Megastore 嘅店員 Sui。我哋 Megastore 新店開張啦！我哋鋪頭主打一個佛心買賣，打 deck 舒適。我哋仲有網店購物同埋 WhatsApp 社群，快啲掃我哋嘅 QR code 了解更多啦！Pokemon TCG 繁中版新蛋漆黑復特同埋純白閃焰將於6月20日正式發售，大家快啲嚟揾我購買啦！好啦，嚟到新卡介紹啦。第一張我想介紹嘅一定係封面怪捷克羅姆 EX， 佢一隻 basic 嘅 Pokemon， 佢有230血，佢最主要會進攻嘅技能係電爆發，2粒電1粒毛，佢係會造成130加對手拎咗派士嘅數量乘以50去打一個爆發傷害嘅。好啦，第二張我想介紹嘅 Pokemon 係電蜘蛛，佢係一階進化嘅。咁佢係一掌打手嚟嘅，佢嘅技能只需要1個能量就可以打出嚟，不過佢係要丟棄自己身上嘅電能量，丟棄1張乘以50嘅。好啦，第三張我想介紹嘅 Pokemon 係麻麻小魚，佢最大嘅特點就係零廢撤退。到第四張我想介紹嘅都係頭先第三張嘅麻麻小魚嘅進化麻麻麻。佢嘅特性係可以喺墓地突填一粒電 M 俾備戰嘅 Pokemon。第五張我想介紹嘅係一個已經以前出過但係而家 reprint 咗嘅道具氣球，佢主要係可以減2費撤退嘅，防止我哋罰企或者每一個回合死咗隻怪推前嗰個選擇。跟住我哋而家可以直接睇一個對戰顯示，之後會再有排組解說。OK， 畫面翻到嚟對戰演練啦，已經摘咗 cons 啦。左邊選手係萬雷古，右邊選手係我哋今次要介紹嘅新嘅電 deck。右邊選手已經見到手牌有麻麻小魚啦，麻麻小魚絕對會係以後電 deck 企頭嘅好選擇，因為佢係零費撤退嘅 Pokemon。好啦，對戰開始啦！左邊選手係旋轉駱駝冇企頭，後邊都即刻拍咗老鷹哥啦，咁應該都睇過手牌會用得，手牌用得七七八八啦，佢都直接選擇拍低啦。咁而家用一個巢月球先，揾咗一隻草面嘅，再嚟一個巢月球。就揾咗一隻咕咕，可能係會驚老鷹哥露手牌6張比較差冇乜用嘅時候，都可以確保用旋轉駱駝部有2隻咕咕2隻貓頭鷹嘅。咁呢個位 cut 完牌都係啦，直接發動老鷹哥嘅特性裝局重抽啦，掟晒手牌重新抽6張。掟咗1粒豆，同掟咗1張奇樹，咁呢個位就有少少尷尬啦。咁早掟咗個奇樹落去，因為打電 deck 奇樹係一張好好用嘅干擾牌，尤其是對手得翻2獎或者1獎嘅時候，你奇樹佢連高級球都唔夠手牌掟啊。左邊選手又繼續發動咗個碧綠之母抽1，手牌都仲有1粒重驚，一個巢月球。咁可能都會揾到個草面具出嚟，再發動一次特性，係冇問題嘅。對手就要 cut 一 cut 牌啦，再發動一次碧綠之母，再抽1張，睇下係咩嚟先。左邊個手牌都好靚啊！抽到隻萬雷古，直接拍埋啦。而家左邊選手只有1粒斗能喺墓地，使出大地容器係掟咗超能回收嘅。
拎咗一粒草一粒豆。咁左邊選手可能要手填一個就要結束回合啦。做埋風扇呼喚之後，喺牌庫直接揾3張100血以下嘅無屬性嘅 Pokemon 上手。咁應該會係一個咕咕，2個貓頭鷹，再派一隻咕咕上備戰區，然後手填一粒就可能要結束回合啦。手填咗粒雷能量俾猛雷古，右邊選手嘅手牌都唔錯，發動一個巢穴球先，我哋就 check 一 check 睇下啲電槍有冇卡到，數一數。就可能要數一數 Pokemon 或者重要嘅資源。咁睇嚟係會攞密立盾，跟住發動特性串連裝置。我比卡超再攞一隻密立盾，再重複發動一隻新密立盾嘅串連裝置，再攞2隻電系嘅 Pokemon。咁應該其中一隻就一定會係鐵臂膀啦。想做一個感激放大。呢個位就選擇咗一張電蟲，再嚟一個巢穴球，都好快咁揀咗一隻麻麻小魚出嚟，再發動資源加派拍，就攞一個電槍，就攞埋個勇氣護符。咁呢個位就攞勇氣護符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嚟嘅，因為如果你用感激放大對手有爬地刺冇地有鬥 N 喺度，你如果冇個勇氣護符，就會有少少危險啦，因為鐵臂膀係弱鬥嘅，咁爬地刺如果佢弱鬥就可以直接一拳打佢240分結咗佢。如果佢黐咗勇氣護符，就一定要逼對手用猛雷古打，咁對手依然都係2掌企頭嘅，咁就容易贏個輪次，唔會落後啦。右邊選手第一把電槍係2粒電 N 㗎。佢應該仲有一把嘅，唔知手一把，排一把，好啦，都用埋第2把啦。呢個位就好可惜啦，只有1粒電 N， 如果有2粒電 N 就好啦，手填可以留翻俾其他嘅 Pokemon， 但係都冇問題嘅，都打得出嘅。手填1粒。一個勇氣護符俾咗鐵臂膀，另外就係學習裝置俾咗電蟲，咁就陣間鐵臂膀上前進攻嘅時候，如果俾對手猛雷古打死，因為已經知道咗對手係有2隻貓頭野鷹，咁係一定打得出噶啦，咁就可以黐翻1粒電嘅能量俾呢個電蟲，就可以做一個下一個回合新卡電蜘蛛嘅爆發傷害。OK， 咁而家密立。一鐵臂膀咧就打死咗對手，攞咗2獎啦，感激放大。而家到左邊猛雷古選手嘅回合，即時就進化咗一張貓頭野鷹，發動特性揾2張訓練加卡牌啦，攞個大地容器同奧林博士。咁大地容器應該會掟咗佢手牌嗰張鬥能量啦。咁陣間去奧林博士就可以填2粒豆，1粒就俾爬地刺，1粒就可以俾猛雷古作進攻。爬地刺亦都可以作為一個下一個回合進攻嘅打手啦。好啦，大地容器又攞1粒豆，攞1粒草。咁呢1粒豆就係應該會手填俾佢爬地刺噶啦。咁可能呢個位要做一個碧綠之母先啦，睇下攞到咩牌。好啦，特性發動碧綠之母，特填1粒草，抽1張。右邊選手都 check 下對手用咗幾多個資源，有咩能量喺墓地啦。左邊選手真係好順啊，再發動一次碧綠之母啊！好，呢個合勢出奧林博士，
冇錯啦，2粒豆特田，就抽3張牌先。一見到高級球，但係佢自己手牌本身都有隻貓頭野鷹嘅，仲抽埋吉子雞可以補3張，真係好順啊！今次馬雷古選手嘅手氣。抽咗3張咩嘢咧？暫時仲未睇到嘅，手填一粒爬地刺先。如無意外都可以發動進攻啦，其他資源可以留住下一個回合啦。係拔咗2粒草，2隻草面各1粒，同埋佢馬雷古自身2粒能量，1粒電1粒豆嘅，打出呢個極鋼架4粒能量，係可以造成280嘅傷害，就啱啱好分缺咗有勇氣護符嘅鐵臂王。咁因為有學習裝置就可以特填翻1粒能量俾我哋嘅電蜘蛛。而家就到右手邊電的嘅回合啦，推咗麻麻小雨係非常好用嘅，每一個回合都可以推前零費2千，可以令到自己對呢個拉蒂亞斯嘅需求冇咁大，炒要求選擇嘅嘢可以寬鬆咗，直接揾咗高級球啊，進化咗電蜘蛛啊！呢個位就要留意啦，路應該係弱電，只需要拔2粒能量就可以打死。路應該抽3，好啦，見到1粒電呢，一隻麻麻環添，抽到發動特性啦，可以喺無敵特填1粒電嘅。呢一張麻麻環將會係以後電的嘅非常好嘅幫手。咁手填俾麥立頓啦。咁佢係應該想用電蜘蛛打路英哥啦，呢個位，再使出資源加派拍，攞咗個氣球，都係金蛋新 V 篇嘅卡，係可以減2費撤退嘅。麻麻曼同捷克羅姆都係2費撤退嘅。右邊選手而家諗緊高級球要掟啲咩卡啦？應該係會想攞一個麻麻曼出嚟，再做一個特田嘅。咁右邊選手呢一鋪都計過啦，可以掟吊光，因為佢而家無敵只有2個能量。如果進化咗麻麻曼，佢撞一次特性嘅話，無敵只會得翻1個能量。咁佢撞電蜘蛛打完掟2粒 N， 佢無敵都係3個能量。咁佢有2個麻麻曼，咁佢都可以黐翻上去。所以至於多次係換1粒嘅話，佢都覺得冇需要啦，寧願掟咗佢啦。而家笛入邊嘅電能量都好多啦，電槍嘅機會都好高啦，所以可以掟咗離海吊光。咁都再發動多次麻麻曼嘅特性啦，再填一隻俾麥立頓。好，使出頂尖捕捉器，就捉到路英哥。我哋就揀咗電蜘蛛，咁就掟2粒電能量，可以造成100嘅傷害。弱屬性就打200，就可以分決對手攞2張啦。而家就已經好快咁嚟到2比6啦，2比4啦。電笛選手佢選擇咗2個特田俾唔同嘅麥立頓，咁可以好大程度咁影響對手個進攻。直頭係話俾對手知，你打我邊一隻，我都仲可以打到桿子引爆。我有2隻麻麻曼，2隻有 N 嘅麥立頓。咁左邊選手就好頭痕啦，佢而家係好需要一個奇樹啦，但就一開始掟咗。如果唔係呢一個位就攞一個奇樹同頂槍會係好好嘅選擇嚟嘅。
最後就攞咗巢穴球同埋頂槍，直接發動埋巢穴球，再拍多隻馬雷鼓，順便再壓個釘。咁而家使出咗奧林博士，一粒填俾新出嘅馬雷鼓，另外一粒應該填俾戰場上嘅馬雷鼓啦。然後再可以特填抽3張，再填一個碧綠之母。再抽一張，都直接發動咗頂尖捕捉器啦，就換爬地刺上去打佢弱鬥嘅吉字雞，咁就可以直接打死。再而係自己嘅一掌企頭啊！希望對手冇驢帶，因為對手頂槍都用咗啦。咁希望佢捉唔到喎。咁馬雷鼓仲有一個回合嘅機會。咁右邊選手啱啱都再車一次馬雷鼓嘅 deck， 睇下佢用咗咩資源啦。右邊選手都唔諗啦，直接推隻有氣球嘅慢，都可以做一個零費 retreat。好，手牌直接拍出捷克羅姆啦，再發動電槍一把，係有2粒電能量嘅。手牌有驢帶指令啊！其實已經可以贏 game 啦，因為馬兩隻嘅特性都仲未發動嘅，選擇咗驢帶嘅指令吉字雞，馬特填咗一粒俾捷克羅姆，另一粒填咗俾比卡超啊，直頭話俾對手知啊，大把能量。好，撤退咗換咗捷克羅姆上戰場。真係唔係講笑，製作組揾咗個好靚嘅動畫俾大家睇啊！咁就直接打死吉字雞啦！捷克羅姆係使咗3技能嘅，3個能量就可以打個電爆發，130加對手攞到嘅派次數乘1張乘50嘅傷害啦。好啦，咁稍後就會進入牌組介紹。咁我哋會選擇落2張電蟲，咁落2張最主要係因為我哋會驚卡牌士啦，同埋佢喺我哋呢個牌組入邊有2個作用嘅。第一個就好似頭先影片咁，我哋可能有一個學習裝置，咁我哋可能死一 turn 或者死咗一隻，去尾盤打一個大爆發，或者中盤打一個中年嘅傷，可能可以打死啲環境入面嘅弱電或者工具怪嘅血量嘅，咁就可以造成一個細獎1掌企頭1換2嘅機會。希望對手冇驢帶冇得換位之能夠打我哋1掌，咁我哋領先嘅優勢會好明顯嘅。咁第二個作用咧就係、如果個鋪比較卡啦，咁我哋唯有1掌企頭就用電衝能做一個衝能，希望我下一個再追翻對手嘅2次。然後我哋下一張會落一張嘅電蜘蛛，頭先影片都見過㗎啦，佢就係一隻電蟲新進化嘅電蜘蛛1進，咁就1粒能量就可以打你自己身上丟棄嘅能量，每1粒乘50嘅傷害。好啦，跟住我哋會落2張麻小魚，都係頭先影片都出現過嘅 MVP 嚟㗎啦。
咁佢係一個零費撤退嘅，佢可以俾你每一個回合都可以零用同埋第一個回合佢企喺度可以俾你有好多選擇，再去撤退翻邊一隻進攻。然後就係2張嘅麻就係頭先嘅麻小魚進化出嚟嘅。咁佢嘅特性頭先都見過啦，就係可以喺墓地特填一粒電嘅能量俾 Pokemon 備戰 Pokemon 身上，但係要留意，只能夠特填俾備戰嘅啫。所以頭先你會見到我進化咗麻嘅時候，我會插個氣球俾佢，咁佢每一個回合結束咗可以推佢上去，我用完特性填俾任何一隻我想嗰個回合需要填嘅 Pokemon 先，再用氣球撤退翻出去。然後就係我哋尾長可以打死以前電的比較難打死2進怪嘅血量，就係而家可以靠佢突破啦。對手攞咗4獎嘅時候，我哋會增加200點嘅傷害。惡貧、沙拉多龍呢一類型嘅2進怪，我哋都可以靠佢打得死。咁前期我哋都係靠密立盾去放大嗰啲細怪嘅。OK， 然後就2張密立盾，好簡單啦。頭先正常嘅 combo 我哋都演示過啦。你 check deck 冇卡嘅情況底下，就係一個巢球就可以揾密立盾，跟住再揾第2隻密立盾。皮卡超開咗洞，跟住你再可以用伸出嗰隻密立盾，再出2隻怪去做鋪墊，咁係非常好嘅鋪墊手段嚟嘅。咁你嘅巢球可以比較有限度留翻俾工具怪啦，如吉士雞或者拉蒂亞斯或者龍影哥去用。咁就2張鐵臂膀，主要就係打佢嘅2技能突擊放大攞多1獎嘅。然後就係比卡超係開動手嚟嘅啫 ，check 咗 deck 有比卡超有動就鋪滿出嚟。如果冇，我哋頭先密立盾嗰個位就攞本來需要嘅進攻手或者特填手，就唔少攞比卡超。然後就老鷹哥就好簡單啦。第一個回合如果卡手或者手牌真係天賦，可以最後好似頭先影片比較靚手嘅時候，就可以用重新補個手牌。同埋第2張吉士雞工具怪，死咗1張 Pokemon 就可以抽3張，然後就係第3隻 Pokemon 工具怪就係零費預設嘅啦。咁一定我哋會投放4張嘅電器發生器啦 ，check 5張有電就可以特填俾我哋嘅備戰電 Pokemon 身上。然後4個巢穴球就可以捉 basic 嘅 Pokemon 出嚟備戰佢，好簡單嘅 combo 就係可以揾密立盾，或者後面揾吉士雞，或者前面揾老鷹哥。然後就4個高級球啦，4個高級球可以我哋揾麻玩，揾電蜘蛛，然後厲害吊光嘅使用就墓地有電能量就可以調翻啲電能量，增加我哋使用電器發生器上到電嘅機率。但係要留意翻，如果我哋已經做到2個麻嘅話，就留翻最少2粒俾我哋可以使出麻嘅特性。然後2個寶可夢3.0就係睇7張揾支援家，就揾嗰個你需要腦帶，定係你需要派拍揾1張物品一個道具，定係揾咗1張都指定1張物品或者一個道具都未夠用呢個盒打得出，咁我哋就可能選擇要揾博士研究去博7張。咁 Ace 我哋會選擇投入頂尖捕捉器嘅，咁好簡單，頭先影片都演示過啦。我哋好多時候有學習裝置嘅電蟲係有好大機會可以做到一個博對手冇得腦帶或者冇頂槍嘅 deck， 可以我哋有個機會1換2，增加我哋輪次嘅優勢。然後勇氣護符，頭先影片都演示過啦。如果打慢雷擊嘅話，我哋填俾鐵臂膀，咁佢嘅血量會嚟到280，佢羊鬥嘅屬性就可以令到就算帕尼茨羊鬥打240，再加回合結束燒20都冇辦法即時分決到我哋嘅鐵臂膀。又或者係打多龍嘅時候，我一定要 make sure 話自己要保住一隻細怪嘅血量，我都可以填個護符俾佢，等佢即時嘅環境奇襲派個60槍都打唔死。又或者係佢有已經點咗我傷害，
諗住攞數獎嘅時候，佢一隻派咗30，我一隻200血，佢諗住下一拳換一前一後咁打死我，就即刻填個護符俾佢，後手填落去，咁就可以打破原先多龍點你傷害嗰個計劃，可以對佢作一個比較大嘅干擾㗎啦。然後就係金達編咗個氣球，頭先影片都展示過㗎啦。咁我哋呢一揼 deck 會係2費切對嘅係麻，我捷克羅姆嘅，但係捷克羅姆都仲有埃迪亞斯可以俾佢零費2次，因為佢係秘食怪。咁最主要我哋都會想填俾慢嘅，咁我哋每一個合死咗對戰嘅 Pokemon，咁我哋可以推去戰鬥區，咁佢同埋動員特性填俾備戰嘅 Pokemon 之後，再用氣球減咗2費切對，可以直接走換翻隻打手上去，咁就唔使擔心一開始嘅時候推咗隻攻擊手上去，但係用唔到特填呢個效果。OK 啦，然後就第3個道具都係好似頭先影片咁啦，主要我哋會想填俾我哋嘅電蟲，或者我哋第2隻下高頻，你心目中嘅進攻手，俾一粒戰鬥區死咗嘅能量俾佢，令到佢可以打一個大嘅傷害，或者可以令到第2隻 Pokemon 打得出一招。而且你有呢一個喺度嘅時候，對手都會有避忌，驚你進化呢隻電蜘蛛，對手都可能要數住你嘅能量，數住你麻嘅特填數量去控制對手點樣運用佢，可以防到我哋呢啲人。咁我哋就可以令到對手比較難做到佢原先最靚嘅進攻路線。然後資源家，我哋會攞到2個腦帶。因為我哋有一個頂尖捕捉器，所以2個腦帶應該都勉強夠用嘅。同埋我哋頭1、2個都未必有機會用到，因為我哋主要可能要用牌拍，所以我哋會攞到4張牌拍，同埋4個博士去過牌博牌嘅。呢個場地我選擇只係獲咗1張，因為我比卡超都係攞1張，所以我唔會選擇投入2嘅原因係因為如果我獲咗2個呢個場地，我比卡超唔見咗，我一樣開唔到喎，所以我會選擇兩邊都係只攞1，其實係因為唔好夠位。然後我電影就會選擇落咗14張。唔知道你對新電影有咩睇法？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啦。拜拜。多謝大家收睇，大家記得喺下邊留言祈書，同埋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社群。我哋會喺6月20號新蛋發售日喺影片留言下面度抽取1位觀眾，送出1盒漆黑伏特。大家記得留言 Megastore 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啦。最後大家幫下蘇怡撳個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